我哋今日來到做文學嘅台本人，來到雲林縣哦，我來訪問雲林縣中嘅長線人，伊能對一個客家嘅政策有用哪個想法？訪問到係民進黨提名嘅李金勇參選人，您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您本身是四湖人，對不對？雲林四湖人。然後我記得我看到資料，好像到初中您都在雲林。對，其實我初中畢業之後離開故鄉，但是跟故鄉的關係一直都沒有中斷，因為我的父母、我的親友都還留在雲林這個地方。小時候應該對趙安克是沒有印象的，對不對？那個時候好像還沒有這個名詞。是的，是的。不過那個時候大概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印象那是當然在早期的社會上，大家對於客家人並不了解因此有一些比較負面的一些印象。現在趙安克其實雲林的趙安克跟其他縣市比起來，其實趙安鄉親還蠻活躍的，還蠻多相關的活動啊，都會盡量去宣傳，盡量去讓大家認識趙安克。那如果未來您對您有機會當選雲林縣長，您對發揚趙安客家文化跟語言，您有什麼樣的想法？雲林縣應該是台灣這個趙安客聚集最多的一個地方根據2004年的調查大概有2萬多人是聚集在我們濁水溪以南，包括崙背、包括二崙、包括西螺這一帶那這幾年因為這個族群多元化同時因為地方政府也極力在推動這個趙安客的文化，所以很多趙安客的鄉親，他們以前可能是比較隱性的現在都變成是顯性的出來了我有很多的趙安客的朋友了甚至於他們的名片上就印着我是趙安客我是趙安客所以這個趙安客在雲林縣雖然長期以來跟這個所謂的火羅郎已經融成一片了，但是我們希望像這樣子一個非常有傳統、有歷史的一個客家族群，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語言都應該要持續的予以保存跟發揚。我們其實客家電視蠻常訪問到趙安客家鄉親，那其實我們覺得蠻厲害是，其實要讓年輕一代願意去講客語，現在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們常常訪問到，就是還蠻年輕的一些小孩子，他都趙安客其實蠻流利的。那以您對在地的了解，這個趙安客家這個語言傳承下去，你有發現到什麼問題要繼續來加強？我想父母應該起帶頭的作用在學校裡面會有這些這個趙安客的語言的教導教學那在民間有些社團他們也會去推動但是最主要的教育的地方就是在家庭裡面。我們非常期待趙安客的這些鄉親在家裡面盡量用他們的這個語言來跟這個家裡的小孩子下一代大家作為一個溝通的工具家裡面是最好的一個傳承的場所所以這部分我們應該持續的再來推動。縣市政府在學校裡面，他們也有在教導我們的小朋友這個母語的這個教學，這個是有的那進一步的推動到這個家庭裡面去，其實這是已經屬於一種家庭教育或者是社會教育的這個範疇了我們希望主其事者不只是在學校教育這一部分，我們同時應該要考量到社會的教育，同時要考量到家庭的教育把這一塊特別作為一個強調的一個重點。您覺得現在縣政府在推行的，如果您將來當選，有什麼需要再繼續做，或者說您有新的想法要來加強？要有一些，當然是一些獎勵的做法比如說客語的演講啦比如說是客家歌謠的一個競賽啦在很多這個客家的這個活動裡面甚至於是來推動這個客語的一個教學。我記得我在民進黨中央擔任副秘書長，阿扁當這個主席的時候，我們中央黨部的這個工作幹部呢，都必須要每週有一定的時間來學客家話。雖然我們不是客家人，但是這表示說對客家族群的一個尊重我想將來雲林縣要推廣這個客語的教學，不只是針對客家族群包括河洛人也應該要大家共同來學習。傳承跟發揚客家文化有很重要，是很多鄉親也會介意的，就是要有一個
馆舍，要有一个可以凝聚大家的地方。那现在云林也有诏安客家文化馆，预计现在已经在试营运了，明年可能要开始正式营运。那对这个馆，因为大家听到馆舍，其实会担心变文字馆，就是你里面其实是空洞的。那对这个文化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目前我所知道的状况大概是试营运嘛，所以是委托民间的团体他们来做营运那民间团体因为也一方面是刚起步的阶段所以过去并没有累积这些经验，那可能也是在资源的部分呢比较欠缺所以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终究是一个试营运我们希望这个时间经过之后政府部门这个介入了那能够引进政府部门的一些资源，包括公务的人力能够让这个馆真的是发挥它的功效那目前它大概是属于一个科级的这个层级呢来主管这个事务我们认为啦，应该要提升它的层级是不是应该要成立一个就是客家文化的中心把它提升到一个2级的单位县政府所属的一个2级的单位，客家的文化中心能够这个投入更多的资源跟人力来活络这个客家馆的一个运作，这是将来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现在您的想象是因为很多人会想说，那个馆里面要放什么？那它会不会变死的博物馆？要怎么样让它活化？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做法？这个因为这个文化的一些差异，毕竟还是有一些隔阂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到当地，跟客家的乡亲有一些耆老他们会有一些看法，应该是要汇集客家乡亲的这个意见你不要说反而是变成瓦河洛郎来的主德界民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尊重客家族群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那让这个文化中心或者是客家文化馆它的这个运作的确是能够传承客家的文化。除了客家文化和语言以外，我想乡亲也很注重就是整个生活的云林县的状况。以您发现云林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您希望怎么解决？当然了人口的外流那引起的这所谓的这个家庭结构或者是社会结构，老实说是有一些缺憾我们一直期待建立一个正常的或者是稳定的一个社会结构，那就必须要是家庭它本身就是健全的。这个家庭健全，我们定了一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3代同堂。3代同堂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家庭结构，中间这一块现在就流失得很严重，我们要把这一块年轻人能够带回来年轻人带回来，当然他们以前离开就是因为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所以他离开了，但是其实他们在外地也不一定过得很好所以在我们本地里面怎么样去创造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的，包括这几年来云林县农业的发展，其实已经有很多年轻的农夫他们回到云林，回到故乡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这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进展那将来这部分还要再继续推动。当然除了农业之外了云林县它在工业的发展的部分呢它有它的优势的条件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的成本是比较低的第二个是我们的交通的位置刚好在台湾西部走廊的这个终点南来北往都相当的方便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妥善的运用这些优势，包括在土地资源的部分有很多这个台糖的土地，它的使用价值并不高的，我们希望能够跟台糖能够好好的恳谈，希望它能够释放出这些土地的资源就台糖本身来讲，他们也获益的；就地方的发展来讲，也有很大的注意。是。同时要发展农业跟工业，其实它会有一些互相汉格的地方，尤其是譬如说六轻，它是云林，其实它是很大的经济来源，但它也是很大的污染的来源。那这个中间要怎么去平衡？六轻它是一个离岛的工业区了那虽说是离岛跟本岛之间，其实就是一水之隔所以它的这个营运当然对于这个本岛
对于我们云林县各乡镇的这个冲击是相当大的哈。那经济的发展啊，你说工业的发展跟农业当然之间会有一些汉格的地方啊，比如说啊六轻发生几次的公安事件啊，在它附近的不管是这个养殖啊，不管是农作，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个问题要正视，这个问题也需要去解决了啊。那除了六轻影响层面的这个范围之外，其实在比较靠近平原跟山区的部分啊，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那这部分是将来都可以作为发展农业，包括发展工业，而将来要引进的工业，绝对不是会像六轻这么重污染的一个石化业啊。我们要的是高科技，我们要的是低污染啊，这样子的引进这样子的工业啊。六轻的问题必须要去面对哈，尤其是污染啊，它对空气的污染、对土壤的污染、对水源的污染啊。那六轻它当初设厂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周遭的环境，尤其是一个离岛地区尤其是它特殊的一个气候的一个条件并没有掌握得非常的精确了所以它这些设施包括管线其实这个腐蚀的速度相当的快所以既然现在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了，就应该要加速的来做汰旧换新的工作。尤其对一些管线怎么样能够用科技的方法能够让它比较适应或者能够防范这恶劣天气的一个影响来确保它营运的一个安全同时，对于这些不管是这个水的排放，不管是空气的排放我们希望六轻呢它必须要严格的来加以监测同时这些监测的资料应该是一个透明的，是一个公开的资料，让民众能够了解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可是好像都没有办法要他们公布我想这个应该也要透过政府部门，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资讯，政府部门也掌握了一定的这个资讯，这个资讯应该是可以公开的资讯，因为你就是影响到我的生活环境，这有什么不能够公布的呢？这个资料不只是六轻本身有，在政府部门有，在环保署。他们也有这个资料，应该要做透明的一个公布，让民众随时可以了解。提到工业发展，其实现在大家一般民众其实听到就很怕，就会很排斥。那第一个要件土地的取得，其实通常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那以您觉得，就是如果说要发展比较低污染的工业，它会有什么样子的想象吗？云林县大家都知道，这几年苏治芬县长他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把这个我们的整个县镇建设的定位主轴设定在农业的首都那农业首都这几年这样子走下来，我们是已经奠定了一个农业要继续往前推动一个很好的基础了。那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持续的再走下去。在工业的部分，我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当然我们不希望再引进这种重污染、高耗能的这种产业，这是不好的那怎么样叫做高科技？怎么样叫做低污染其实这有很多的选择。不过在这里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提到，就是说光电的这个产业是未来云林县要走的一个方向。光电产业那光电产业当然它这个污染的情况就会降到非常低那云林县有发展这个光电产业的条件因为它在全台湾里面，它是平均日照最久的一个地方每天平均日照有3个多小时所以说我们希望云林县它一方面又因为是地层下陷，有很多的农地它这个生产的状况并不是很好，耕作的这个效率并不是很好。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农地能够做有效的运用，包括有一些养殖，在沿海的养殖的这个区域那么也是因为超抽地下水、地层下陷他们这个使用状况并不理想。那么利用这些东西这些土地的资源来作为一个太阳能发电的一个设施的基地，这是我们将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类似养水种电这样。对，是的。这个我想云林县我们在下一个世代，希望除了农业首都持续的在推动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的绿能的首都。您觉得您想做的事情在云林？你很想做，但是你觉得会最难的会是什么？最难的要先选上。选上之后是
任何县市啊，我想，一个政府部门的这个施政的推动，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啊。那这些困难里面，尤其是跟民意的一个沟通怎么样能够得到民意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个人的一个从政的经验就是跟这个民意的沟通的部分我是相当有心得包括跟民意机关跟议会的这个互动呢其实在过去我的施政的过程里面都相当的顺遂了，相当顺遂。所以你是执政者，就是必须要拿出你的诚意。第一点，你要真正的是要推动这个地方建设的需求再一个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牵涉到利害关系。第三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决心，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条件来进行来推动那么跟民众之间的这个互动跟沟通应该都可以非常的顺畅。您刚刚说最难是要选上，然后前几天有报道，其实您有指就是其实两边的财力相差蛮悬殊的，所以这会是您很担心的部分吗？那其实选民的这个决定应该是差不多达到相当的稳定的有一部分未表态的，也许还有一些变动的可能。那这些变动的可能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贿选，贿选它可能可以影响到5%甚至于是10%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点是非常要命的一点那除了贿选之外，当然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有没有一些很重大的一个措施那这部分我们尽量的去防免不过贿选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单独力量可以去避免的所以我们也一再的强调你这些执法机关尤其是地检署那么应该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应该要善尽你的职责了。我不相信说你不知道都一样有在买票了哪些地方哪些候选人他可能透过哪些的管道去买票，这个在治安机关里面其实他们都掌握得相当的清楚。问题是你要去做所以我们一方面也期待执法单位能够善尽职责。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只靠你只靠你不动的话，那我不是等死吗？所以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反贿选的一些具体的作为。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也感谢乡亲朋友嘅收看，我哋稍後也同樣會訪問其他嘅候選人。喺云林县也被国民党所提名嘅云林县长常宪营係总理山，我哋今日也访问到伊参选人你好。你好。我们知道就是云林县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仑背、二仑和西螺，很多诏安客家乡亲。诏安客家乡亲这几年其实我们都觉得他们很活跃，很常我们记者都需要去采访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活动。那之后如果您有机会就是选上县长的话，您觉得云林的诏安客家乡亲的文化和语言，你有什么想法？要如何去发扬和保存？因为这几年我想就诚如你说的就是诏安客本身的文化那是非常值得保留跟重视那尤其就是说它的母语我们诏安客的这些客家话那我想也要继续生根向下扎根包括我们从国小国中开始应该有客家话的一个培训跟教育我想往下扎根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客家文化能够继续保留，也能够传承那当然客家文化还有很多像说开口诗还有就是说武术那还有他们有一些地方的特色还有包括一些用桐花所做的一些无论是包包啦或是衣服啦还有很多能够展现特色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这是可以好好的把客家文化能够发挥的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要借由一些活动或是一些宣传让很多的乡亲呢更进一步了解客家的文化。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非常重视，而且会非常支持。甚至呢，我一直觉得说，客家文化不能只有局限在客家人，
哈，因为我看了几次的活动哈，我大概觉得说，都是在这个地方哈，那可能都是客家人出来参与，那应该哈要把我们客家人本身哈这样的一个美德然后或是他对他本身的文化要如何把它宣扬开来，应该要给他更周延的一些宣传跟广告啊，吸引其他的人来了解客家文化。对云林的发展，就是除了农业还有工业，您对之后的方向可以跟观众说明吗？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发展的方向？当然云林县呢我想我长期在云林县生根那因为我们都一直说我们云林县也实质上是一个农业大县大概有将近40%的农民，甚至有人讲说婚林人婚林的农民农民啊，如果不耕作的话可能台湾爱摇死一半的人那这句话一讲来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云林县在农业这一块，我们提供的所有的这些农特产品事实上对整个台湾2300万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很难过的是说，我们既然是这么样的角色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一个农民那为什么我们的收入去这么的差？我们家户收入现在是全国倒数第2名，倒数第2名那也就是说对农民来讲是不公平的是不公平的。那所以呢，我未来在整个农业产业结构我会思考着这个产业结构是真的要改变，而且是要提升，而且是要活化。所以我提出一个叫做活水农业的政策那这个活水农业也就是说我们土地一定要好好的妥善运用，而且要活化土地，让每一块土地都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能再来呢，也就是说农业的技术要提升我想技术提升的话对于我们所有农特产品所种出来的这些品质品质会影响到价格那也会不一样。那甚至就是说在产销方面要能够平衡，如果产销是失衡的，那你种的越多就卖的越便宜那对农民来讲叫血本无归那对农民来讲也真的是不公道了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人力要培养要人才也要培养，因为呢我们云林县现在目前大概农民的平均年龄是到68岁，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再有一个就是农地银行让我们老农民也许他没办法耕种，那我们就是呢给他有租金收入。那如果年轻的农民他想要回来做，他做1.1公顷一起背合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不想做，所以也必须要有这个农地银行给他更多的土地，让他更划得来，让他的成本更能降低，那他才愿意回来。所以要让我们的新的农民愿意回来接。我想活水农业的政策我有好几个做法了那我想第一个要成立云林县农业创新与发展的委员会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呢当然了除了相关的这些部门因为我想农业不是很单纯的农业农业可能跟城乡发展有关系，跟防洪治水有关系跟所有的工程有关系，水利设施有关系，包括整个生态环保都有关系。所以未来农业呢这个农委会呢它可能要合纵连横甚至呢它要跟产业界、学界产学要合作，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农业真正它在各个方向、各个面向，它能够很多元的以您的政见来说，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吗？那工业的比重是怎么样？不是，我的主要政见是这样我一定要让云林县是士农工商并进的那当然农民我们的农民相当的多，不过呢以后的农业一定要跟很多的科技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要把农业提升升级我们要把农业6级产业化，从1级的生产、2级的加工到3级的行销。我想你种一种不可能完全自己吃嘛，对不对也不可能完全就是在我们自销嘛所以以后打通行销的管路是相当重要的那这个管路呢无论是在台湾本岛，或是到东南亚，或是到大陆的市场，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要把这个通路打出去。那工业的部分，那工业的部分我想目前云林县在，当然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们在我哥哥任内张前县长任内他有开发了3个工业区，一个是斗六扩大工业区，一个是狮子工业区，一个是中部科学园区。这3个工业区
顺利的大概有将近1万个工作机会。那所以呢，在他任内应该在民国9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人口数还维持在74万的人口但是这几年来我们没有再有什么任何工业去开发，所以这几年来到今年的6月，我们人口数已经剩下70万0、7千，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流失了一些人人口流失跟我们没有创造工作机会，没有其他重大建设让大家感到希望，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认为未来我们是要农工商都要并进。所以呢，在我的政见里面我有提到一个要活化斗南我们的一个交流道特定区，那个地方有1367公顷，而且呢，我想整个高速公路在交流道附近，其实它交通非常便利，它是不但是人的运输很方便，物的运输也很方便，所以我先起规划了一个地方在这个特定区里面这个交流道特定区里面，我规划了一个300公顷的鲑鱼返乡工商综合园区然后呢，在高速公路南边呢，规划一个国家级的这个仓储物流中心因为借由交通的便利性，那我们在这里这个物流中心这个平台不但是农业的平台、商业的平台或是工业的平台，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平台，做货物的交流或是仓储都可以那我想这2个地方一开发起来呢，大概会有25000个工作机会那甚至年产值大概在1000亿以上1000亿以上。那甚至我知道说，因为现在所有的乡亲的需求我们希望是争取来的产业当然是要低排放、低污染的而且是高产值的产业这才会赢得乡亲的认同。所以呢，我一直很希望了就像有要在地的这些企业，他想要扩厂，他想要投资，那也不要外移所以提供这个场地呢，也就是希望说，这些工厂能够再继续在地投资那其实云林县我们不只有3所的科技大学那还有很多的高中职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成功的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地就业、在地就学所以我想上林科技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它就是让西螺农工的孩子能够在地求学，又能够在地就业那我想我们要去效仿其他的国家，像德国的方式，它就是很成功的把每一个孩子让他在求学的过程里面就已经有开始学习如何就业，因为未来呢我们不能只有喊高学历，而且呢会高不成低不就，光喊了高学历，但是事实上呢，孩子不肯屈就下来那可能就会面临到未来你实质上要求业求职这个情况跟你本来的理想是有落差的那所以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去好好的来协助在地就业、在地就学、在地投资这个部分，让我们农工商都能够并进。其实工业我们就会想到六轻，它对农业的确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跟六轻的关系，您认为要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或者说六轻应该对地方要有什么样子的作为？我想六轻有褒有贬那当然也有优缺点那当然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事实这是事实但云林县至少有5000个家庭是需要六轻的这份工作那当然我想无论是空气的污染、废水的污染环境的污染这些我们都要让我们的空气更清新，环境能够更好、更优质，水呢也能够更干净。我想这个毋庸置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的、都有的需求。也就是说，我生活的环境是至少是能够非常有干净的天空然后有非常品质好的饮水那有美好的环境，那就是我最想居住的环境我想这个呢，以后我也会针对这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来做好，让乡亲能够有共同的期待跟共同的这个理想那当然六轻已经是建造很久了嘛，从民国大概78年78年到现在那当然就说
它已经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了哈。那我们如何把这个空气的品质监督、水质的监督能够做到符合所有国际的世界的标准那一定要在一个监控的范围之内避免这个污染扩大。那所以未来我在想，就是说，我在工业治理方面，还有环境保护方面，我也会适度的来跟无论是跟乡亲，或是跟我们的环保团体啦、产业界啦大家都能够坐下来好好的来做一个治理的规范来沟通协调，让我们彼此知道说，你要在哪方面要改善。因为我们会做公部门会依照我们的民众的一些需求来做出一些要求那当然就是说企业单位也希望你真正能够好好的来协助把污染降到最低，那这样取得3赢的一个局面。那这样的你的企业跟我们的民众才能够大家共存共荣让企业能够永续经营，让我们民众在这里生活也无虑也无虑那公部门呢就是站在一个能够整合所有的这些资源跟意见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做好一个沟通协调的角色让民众跟我们企业都能够共创双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您刚刚提到蛮多您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也觉得您是很有信心可以做到的。那这么多的政见里面，您觉得最难达成的会是什么？它需要花最多心力，可能遇到的阻碍也会最多。我想云林县有很多事情要做了那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云林县的曙光那像说明年高铁通车嘛正式通车以后，我们交通的便利性就会提高。那还有就是湖山水库，湖山水库是在我任内的时候我争取的204亿来兴建湖山水库那这个湖山水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喝到一口干净的水，让乡亲不用再抽地下水那也可以延缓地层下陷。那其实云林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地层下陷面积是全国最大，有整个云林县下陷面积是全国最大那沿海地区已经下陷到大概1楼3楼快变1楼所以这个下陷的情况很大了那当然我会有一个理想也就是未来在整个地层下陷、防洪治水、国土富裕国土富裕，也就是如何让我们失去的土能够再填回来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个政策，甚至一个地政的手段或是一个整体的规划，让我们沿海的这个土地不要再下陷所以我刚刚讲到是说如何让国土能够富裕如何来透过我们一些专家学者，或是一些地震的专家，甚至一些防洪治水的专家那我一定要来协助沿海地区，让它的这个土地不要下陷。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工程，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但是云林是喝地下水，对不对？现在还是？现在是，但是明年整个湖山水库正式蓄水以后呢，整个水就会改善了，尤其是民生用水。因为湖山水库最重要优先的是提供民生用水，民生用水有剩下才提供给农业用水，农业用水有剩下才提供给工业用水。那所以呢，我想民生用水还是第一优先。所以呢，明年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远离地下水。那这牵涉很多，牵涉人民的居住跟产业，这些都要做。对，跟包括未来产业的发展。但是我想云林县也必须要这样做啦。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那当然，我想对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平常非常辛苦，尤其是大水来的时候，非常辛苦。可能你的余温整个雨会你家的跟我家的混在一起那再来可能红桃追背没法的竞争地层下陷的田里，农田泡在水里面，你如何耕种？你就算拥有一块田，但是那是不是良田？那等于说是一个无法耕种、无法生产的田地，那你就拥有再多的田地，那都不是财产，对不对所以我会一直希望就是说，我们要让每一个地方它处处有生机，处处都有机会，
让民众在这里他是感受到，哎，地方政府对我的需求，对我的无奈，他是可以感受到的，而且他是真正愿意伸出援手来帮我们的忙，不是让我们的乡亲在那边孤远无助，而不是让我们乡亲在那边奄奄一息。这是我一直觉得说，哎，云林县已经穷到现在了，是应该要有脱胎换骨，或是要有一个转换的余地了。所以我一直把它当作说，哎，云林县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而且我们认为说这是一块处女地呀，是很值得开发的处女地。所以我一直非常非常希望了那也一直期待了期待说，哎，自己真正有机会可以跟民众站在一起然后真正能够苦民之苦，急民之急然后去了解民众的心声，了解民众的需求。所以当然了我想这给自己的责任跟使命也是相当大但是呢，唯有机会我想唯有机会才能够解决很多事情那当然这当中来自源源不断的都是因为有爱，有爱才会有力量，因为有爱，你有热情，你就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有很大的使命，你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